台湾甲美国合作，即马国内有头一只电子产品的侦测犬，是一只两岁拉布拉多，名号做金鱼。这只狗仔会当闻到电子产品顶头的化学材料。为9月11开始，嘛会加入保三总队，协助找找犯罪证据。 有，它很明显的，它鼻子有往上，有，它一直往上看。这只乌狗世界片，一面甲练犬员培养共心，一面用片的，互人引导找出目标物。兄弟 ，yes， 我看到了。哦，他完全答对耶。这只拉布拉多犬名叫做 Wafer， 今年2岁，看伊的身躯也有挂中华民国的国旗，由美国非营利组织捐予台湾警方，也予国内有头一只电子产品的侦测犬。 这次去美国为期2个礼拜的受训呢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在河流中把手机放在河底，威弗竟然能闻到。Wafer 已经到台湾啊，当地检疫隔离，做新型的侦测犬，为手机啊随身碟、到记忆卡，伊拢骗得到，就连加密货币、硬体钱包啊，也拢无问题。伊定9月11开始对保三总队做伙打击犯罪。 主要是针对嗅闻储存装置上的一种特殊的化学涂料3苯基氧化磷。现在国内的警犬队主要我们训练狗狗以嗅觉来训练基础来讲的话，就是训练他们找毒品，再来就是找爆裂物，第3个呢就是找这个血液的部分，主要就是我们 运用这方面的勤务为居多。比起国内的警犬培训，加缉毒犬、侦捕犬更优先。这个威弗加入，警犬更有新的战力，也让侦办更加进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